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双喜》。手牵手，有你的温柔。手牵手，有你的关怀。手牵手，有你的笑容。手牵手，充满你的爱。在这个世界上，有快乐甲悲伤，因为你对阮的体谅，阮的心内充满芬芳。在这个世界上，你是阮的英雄。这个世界上，你是阮的春风。在这个世界上，你是阮的理想。这个世界上，你是阮的力量。永远的太阳。手牵手。有你的温柔，手牵手，有你的关怀。我记讲你较早笑安尼幼绵绵，即马即几年啊，做啊真忝吼。袂啦，阿爸。我已经有一个查某囝呢，所以手粗哦，迄是应该的。秀玲啊，来来来，恁阿爸真秀玲呢。哎，今日来是，我就知影你转来吼，专工要来看你的啊。来来来，这样摕食。多谢啦。碰碰师啊，迄过去的代志吼，咱拢莫阁讲啊啦。啊，虽然讲哦，咱无法度做亲家，啊，咱若老厝边啊，这情分嘛还阁伫个啊，对无？是啦，多谢你来看我，应该是我去看你才对啊。来啦，你听下子吼。来，小姐，我来泡茶。哎呀，老母，强你哦，听讲要做阿嬷。阿嬷早就做啊，是讲即摆无共款着，是阮阿喜啊的，吼，我真欢喜。来啉茶。好。来。阿母，哎，高早，来，叫阿嬷。阿嬷。哎呦，秀玲啊！这恁查某囝？是啊。哦，佫生得遮水，较大汉啊！伊叫明玉啦。好。来，去洗手面，较点爱上课。是啊。碰碰知啊，恁孙吼，佫真有礼貌，真乖了。影啦。哎，哪有像讲哦，阮师妹迄两个啦，足热的啦。师妹吼，迄种教育的方式哦，我实在是真袂惯势啊。是安怎哟？就吼，我若安尼吼讲伊两句啊吼，伊就足成囡仔哩，伊就无欢喜啊。像讲吼，阮阿喜啊啦，昨讲吼为着恁秀玲的代志啊，要去台北吼甲处理，伊一个知影尔，偌无欢喜，乱规暝呢，你甲听看卖咧，你安尼讲起来，毋袂受咧怀疑讲阿喜啊对阮秀玲遮尔啊好，当做两个人有暧昧咧。阿爸，你讲这个创啥？
转头手续拢办好啊。后礼拜一哦，明后再来读册哦。多谢阿雅子。少年，讲这头路吼，我还搁咧问啦，工作做愈工，要紧啦吼。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我已经足满足啊。阿喜，你安尼甲阮两个人斗相共，啊，是要甲我讲啥话？要紧啦，是要足明你的啦。恁两个人感情应该袂歹哦。也袂歹啦。少年，咱即马大家拢有囡仔，大家人拢有家己家庭。我知影啦，我只是足欣赏是呢。好啊，我送你转来，阿公还搁厝里等你呢。好。邓皮啊，我要跟阿公讲，要我考试能考第一名。哦。那不是我们的爸爸吗？妈，我回来了。你知道我今天怎样吗？今天我当投手的时候投得很准哦。下一次我也要当。好啊。你们两个怎么现在才回来啊？哎呀，青龙，你看看你一脸玩的这么脏。玉凤，你也是的，平常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好好看住金龙，不要让他顽皮嘛。可是老师说金龙有天分啊，所以我就让他玩，我也帮忙捡球哎。什么天分？哎呦妈，就是打棒球嘛。妈，我想参加校队耶。老师选上你了？选上了，可是要自己准备制服和手套。那有很多钱吧？不过，咱们家里现在都靠你爸爸一个人在养家，没有多余的钱呢。我看算了，不要了啊。啊，不要啦，我一定要买啦！要是奶奶还在的话，她一定会买给我们的啦。妈，你买给我们好不好啦？好不好啦？好不好？我跟你爸爸商量看看。不过，要是他不准的话，你可不准强要啊。好，我不管啦。他如果可以照顾别人的小孩，都不照顾我们。说什么？照顾谁的小孩？真的哎，下午我和金龙在玩球的时候，看见爸爸和一位漂亮的小姐和一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小孩子手拉手一起走出学校哦。那个漂亮的小姐是不是眼睛大大的？那是你爸爸的好朋友秀玲跟她的女儿，他们刚搬来。你爸爸又热心又爱帮助别人，一定是帮那个小女孩办转学手续的。那也不必手拉手啊，万一被我们同学看到，同学以为我的爸爸是别人的爸爸呢。不会的，同学问的话，你们就可以照妈告诉你的，解释给他们听。啊，赶快去洗手啊！好。你今日替秀玲囡仔去办转头的代志啥？你哪知影？金良有风看到，甲我讲的啦。哦。你即马办了安怎？后礼拜一会使去读册啊。金良有风看到，佫真错咧。伊讲恁三个人哦，手牵手，我尔亲热咧。困过啦？迄是秀玲的囡仔明玉吧？拄啊吼受到金土入学的影响，所以生活头较需要温暖啦。所以伊种和我手牵咧，我当做因阿爸咧。这囡仔嘛真可怜。我知影啦，我嘛是安尼甲两个囡仔讲啊，希望伊会当了解。是啊，哎，咱的囡仔有动静无？哪有遮紧啊？哎呀，金良吼想要去拍棒球，老师讲伊做有天分的呢，会来参加校队。那真好啊！啊，
啊，不过拍棒球所有的物件拢要家己准备呢，要家己买，像棒球衣啊、棒球啊、手套啊、帽子、鞋子，这有的无的足多呢。安尼会影响到功课咧。这我无甲问啦，我是想讲，金龙即摆当咧发育啊，互伊运动一下嘛好。我是无反对啦，只要若捌影响功课就好。啊，你才找一个时间哦，去问刘老师看觅。等我领钱，我就带伊来买啦。你这样记得答应啊？对啊，金龙玉凤嘛是我的囡仔啊。这个世界上，你是阮的。为什么一定要我写功课才可以打棒球？那是因为你爸爸关心你，他怕你打球啦，会耽误功课，晓得吗？安邦，今天礼拜天，你们怎么没出去玩，跑到我这儿来啊？安邦叔叔，我们带金龙来给你看。嗯，金龙，什么东西给我看？安邦啊，金龙想打棒球，可是阿喜担心他打球会影响功课，所以我来听听看你的意见。金龙啊，你好像不太爱念书哦。人家喜欢打棒球。光打球不念书，那怎么行呢？谁说的？跟我同名的金龙少棒队不是打全世界第1名吗？将来我也要去美国打第1名。金龙说只要拿美国第1，就可以吃很多冰淇淋哦。冰淇淋，傻瓜，有钱不就可以买到吃了吗？啊，西妹，金龙在学校的功课不算太糟了，但是也不算太好。哎，不如趁这个机会跟他约法3章，让他参加棒球队。不过他每科的成绩啊，至少要80分以上才行哦。好啊，我愿意，我愿意。安邦叔叔还没说完呢，你看你高兴的。妈，安豹叔叔说我可以打棒球，你要守信用哦。好，我答应你哦。可是你也别忘了，考试要考80分哦。知道了，妈，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买球衣和手套啊？等你爸爸晚上领钱回来，我们选一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去买，好不好？真的，我也可以去吗？当然可以啊。耶！好了，哎，打雷下雨了，高兴的。我还以为你放在外面晒着，还没拿进来呢。我来帮忙。快点，你们进来，朋友，你去那个妈倒沙缸去嘞。妈，来家，在我这号。对呀。阿希，你来来啊，你落风呢。哦，那老师老干呢？来，较济啦。等我这来，等我这较济。是。老水老干呢，那无叫人来修理。我到无钱啊。安尼啦，我做安尼来收水。无用的啦，无用的啦，那有钱，无叫人来修理啦。无用的啦。阿希，啊，我讲若把修理就好啊，你体转去啦。你若讲身体无好，哪会敢若爬起爬落？你嘛同款。老水老干，阿伯咧？哦，伊可能去叫客人有车就转来。哦，对啦，迄当日工课啊，我甲你找着安尼。谢谢啊。哎，现在工课。阿三啊，我身体无好，袂使做高单的，我开自己做品管，明日使上班。谢谢你。啊，我先来转啦吼，你叫人来修理哦吼。好，安尼我早点出来啦。谢谢你啊。我来，你这边。我这个。
好。好。你再来几口哎？金龙，听到爸爸的脚踏车声音吗？还没有耶，爸爸怎么这么晚都还没有回来？金龙啊，答应你的事绝对不会黄牛啊！你不要急，先去洗手，等一下等阿嬷跟爸爸回来，我们一起吃饭。好。姊妹啊，姊妹，哎呀，歹势，我安尼吼开工者吼，煞袂记得转来煮饭，我即摆进来煮吼。母啊，我已经煮好啊啦。啊，你煮好啊？哎呀，我都叫你莫叮当安尼啊，阮金主有客着无？对啦，煮饭也无啥货。对啦，你无共款你年岁较济啊，这事项吼，都拢爱甲我说你哈。会啦，我会说你啦。啊，阿姨还袂转啊？阿袂。好，无我入来吼。妈，我下了。说你啦！哎呦，恁两个囡仔嘛好心好行咧哈，安尼哭撞，安尼都叫袂记的。恁妈妈吼腹肚内有滴的呢，后摆安尼较细腻咧哈。金良，哎呦，毋是阿妈爱讲你呢，你哦上歹上恶，啊定安尼安尼撞来撞去，你较乖咧啦吼。阿嬷，拍谢啦。阿母啊。爸爸。爸爸，安娜叔叔说我可以打棒球，你鞋带回来了没呀？爸刚刚途中回来的时候，遇到一个更需要帮忙的人，所以我把钱都给他了。这个世界上，你是阮的力量。你鞋带回来了没呀？爸刚刚途中回来的时候，遇到一个更需要帮忙的人，所以我把钱都给他了。妈妈说你不会黄牛，结果你就是在骗人。等我下个月有预算的时候再给你买，好不好？爸，下个月校队就要成立了，我不要了，我不管，我要买啦，我不管了，我要买。金龙，你不要为难你爸爸了。阿姨，你今日是无领钱上？有啦，拄我转来的时阵，经过秀玲遐，我看伊厝拢老好啦，所以讲我只是先互伊，请叫人来修理啦。哦，对，嘿，安尼做正对。嘿，人若有困难吼，啊，咱做会到吼，共斗相共吼，这嘛等于做功德啦。啊，搁再讲吼，秀玲也毋是外人啊，对无？平了，阿嬷问你，是啥物人答应你去讲球啦？哈，啊，像你这热着安尼吼，啊，球若降落去吼，毋拄好风落的时吼，啊，册都拢免读。母啊，金良即摆当咧发育啦，我想讲，互伊运动者较好。囡仔人运啥物动啦？读册较要紧啦，啊，运动嘛免一定都爱讲球，啊，都透早安尼去走，迄嘛是算运动啊。我爸爸妈妈要答应了啦，你谁关系啊？金龙，行了，怎么可以这样跟阿妈讲话呢？都是我错，要怪你就怪我好了。你看你这个囡仔啦，哈，迄自细汉吼，就互恁迄个奶奶安尼成歹去啦，哈，要爱啥就有啥啦，哪会用安尼啊？对时大人讲话即落行的哈。啊，准做讲吼，爸爸妈妈答应讲要买互你，啊，即今仔日无买互你，后摆才买互你，嘛还阁会付。啊，你是咧惊啥？啊，甲迄球衫啊，甲迄球鞋，敢会生是飞去了啦，哈？金龙，哎，你有看无？哎呦，这个囡仔讲安尼啦，这细汉就即落行的啦，哈，讲伊两句安尼，啊就甲我使性地，哦，啊这后摆若大汉，啊毋就袂得啦，哈。哦，无遐严重啦。是妹啊，你著甲我会记的哈。后摆阮这个金孙若生出来的时吼，你著吼好好甲我教，毋通像这两个囡仔。会啦，我这个做阿嬷的吼，
会等阮这个金孙吼出世的时阵吼，我才好好甲教啦，啊，唉。